一般的手术全身的麻醉，以及呼吸的辅助，有分做气管内管、喉头式面罩、甲连面罩、通气式以及静脉全身的麻醉。其中，以着气管内管甲连喉头式面罩比较较常使用。虽然两种伫应用层面较无同，但对着身体负担来讲，喉头面罩会比较较舒适。加上现在还佫有一改性抛弃式的喉头面罩，提供病人一个新的选择。抛弃式的喉头管镜呢，它优点就是第一个，它比一般传统的那个气管内管插管比较舒服醒过来比较不会喉咙痛啊。另外它是抛弃式的，就不用担心说有什么别人用过的问题也就是不会感染的意思啦。通常都是用在比较简单的手术啦，像是这个开关节镜的啦或者是比较远端的那些手脚骨折，或者是比较表浅皮肤的一些手术的话，都是可以使用的。虽然过去真侪病院拢是采用会当重复使用的喉头面罩，价钱较贵，伫经过消毒侪天的使用以后，甚至会明显来变色。现在随着科技材质的发展，抛弃式的喉头面罩价钱嘛比较亲民，唔定使用时对着身体负担较小，而且嘛较袂引发胆喉痛。更加唔免烦恼重复使用传染的问题。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